安巡邏職責。巡邏同事工作摘要：首先，巡邏路線包括有1至9座大樓、1A 停車場、1B 停車場、1A 單車區、1B 單車區、P3 層、內圍、外圍同商場。另外，巡邏的保安員有以下職責需要履行：第一點，必須跟隨公司指引，定時巡視所負責的區域，確保安全及無異常情況。第二點，不可在無合理原因情況下缺席所負責的巡邏。第三點，留意公共走廊及走火通道，確保通道暢通無阻，及時清理或報告阻塞物。第四點，持續監察場地的安全設備和設施，如監控鏡頭、防盜警報，確保運作正常。第五點，檢查大廈設施是否有損壞或安全隱患，並在巡邏報告中準確記錄發現的位置和情況，必要時立即通知管理公司或負責人安排修理。第六點，查問可疑人物的身份及目的，如發現無合理理由停留者，應禮貌要求離開，必要時通知上級。第七點，發現可疑物品時，不可輕易移動，應立即通知控制室及封鎖現場，等待處理。第八點，在緊急情況發生時，能迅速應對並通知控制室，協助疏散或處理事故。最後，任何崗位的同事應該要維持良好的職業操守，遵守安全守則，保持警覺和專注。